您是大业的希望，千万不能牺牲。目前大业队阵型已被打散，情况是相当的不乐观啊！真是厉害呀！二皇子正不知疲惫地向前奔跑着。阿克西，你在哪儿？阿克西，阿克西，胆敢让飞仙受辱，去死吧！二皇子有话好好说，别为一个女人伤了和气。哼，在本殿心中，飞仙才是第一美女，是天下男子的倾慕对象。本殿非要为她报仇不可。这次我看你往哪儿跑！二表哥，这么着急给我送人头啊？二皇子一招仙鹤亮翅，躲过了阿克奇的绝杀。好了，先不管二皇子了，咱们来关注一下承前殿下的状况。承前殿下，承前殿下貌似与队友走散了。让我们来期待一下最强实力选手石进大人的表现。伯爷，我们俩分头尽快找到太子。是大人，追到二皇子与太子，请务必提防二皇子，别有居心。哦，友邦队目前聚集一处，良久未移动，这是为何呢？御花园地势虽复杂，但是呢，我从小在这玩到大，所以啊，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。一会儿阿克奇，你带兵从正面佯攻，吸引对方注意力，然后我呢，再带一队人从左面包抄。根据前一段的攻势来看，友邦队肯定有位善于谋划之人在背后调兵遣将。这个人他会是谁呢？他的脑子有我的好使吗？啊，对了，如果遇到二皇子，千万别动手，留给我亲自灭他。话不多说，行动。走。承前殿下一度南辕北辙，不知所踪，究竟是谁来拯救你们的承前殿下呢？如果他营救成功了，那陛下可得好好的嘉奖他呀！二弟，看来是二皇子。太子后方的追兵迅速的追上来了，二皇子能否顺利的接应太子呢？大哥，你，哎，大哥，你不要跑啊，大哥！我的天哪，在如此紧要的关头，二皇子竟然在追杀太子，难道二皇子是被猪油蒙了心了吗？哎，大哥，别跑啊，大哥，反正横竖都是死。哎，大哥，你别跑啊，大哥！二皇子立功了，大赞这非同凡响的智慧啊！二皇子他佯装内讧，欺敌成功，这招苦肉计绝对可以载入史册。别跑啊，大哥！大哥，二弟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对不住了，大哥。二表哥，总算找到你了。哎呀！班花！没错，刺激猎场就是这样，只有赢者生。表妹，多亏有你在。班恒，现在是什么情况啊？回娘娘，看起来好像是太子被二皇子的箭给射中了，所以淘汰。什么？这洛儿真是岂有此理！被淘汰了还拖累太子。陛下息怒，今天可是您的万寿宴啊！